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买一字。咧疫情这段时间，真侪人买菜倒来家己煮食、家己料理。今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焖。焖就是一款煮食的方式，甲食米放入去电锅，或者是鼎内创火烧，都爱放一寡水盖挂，创火烧了后，咱会当讲是焖饭。焖嘛会使讲是一款真简单的煮食方式，像咱讲焖饭、焖豆啊。焖甲炊主要就是差伫咧时间，焖爱较久，火较细，用焖啊火落去翕。啊，若炊速度较紧，火嘛开较大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焖饭，头前讲到就是甲饭翕好烧；第二个词读做焖油饭，同款是甲油饭放入去电锅或者是鼎内创好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疫情这段时间，真侪人改变买物件的方式，用网络来做手落菜，家己焖饭、焖油饭，来看到焖药烧，安尼就会当食，会当讲足方便。今仔日了解这一字焖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